各位歡迎收睇午夜最前線，我係劉子鳳。亞視挨晚6點鐘新聞報導指，亞視控股權將會轉讓俾港視網絡主席王維基，不過交易要得到法庭同意，並且通報通訊局批准。我哋暫時未能夠聯絡王維基，港視發言人話正係核實有關報導，未有回應。通訊事務管理局發言人就話冇收到亞視股權變動嘅申請，聽日會有特別行政會議，消息指會討論亞視。陳婉婷報道。亞洲電視挨晚6點新聞報導話，亞視股權將會轉讓俾香港電視。亞洲電視嘅控股權將會轉讓俾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。亞視接到股東黃炳君同主要投資者黃晶嘅通知，佢哋將會將亞視嘅控股權轉讓俾香港電視。呢次嘅交易仲要得到法庭同其委託嘅管理人同意，並且報通訊局批准。亞視聲明就提到，接受王維基嘅條件，除咗股權轉讓，同時會豁免亞視所欠嘅大部分債務。外間一直傳黃炳君、黃晶同王維基洽購亞視。年初嘅時候，亞視欠薪，王維基被問到會唔會買亞視嘅時候，咁樣回應。即係話俾你聽，王維基或者香港電視唔想做香港免費電視就呃你㗎啦，係嘛？即係我哋等咗4年幾都咁做，即係咁辛苦排除萬難，都一定要做，都好想做。王維基09年底向政府申請免費電視牌照，直至前年10月，政府宣布唔發牌俾港視。香港政府由最初冇發牌嘅上限，改變到今日嘅3+2，整件事係一個黑箱嘅作業。王維基就政府嘅決定提出司法覆核，同時繼續開台，但係就改以網絡電視形式播放。講到王維基同亞視嘅關係，要由08年講起。佢當年12月擔任亞視行政總裁，不過12日之後，因為同當時嘅主席張永霖意見分歧，向亞視請辭。4年之後，亞視開記者會，指控王維基做行政總裁嘅時候偷機密文件。我入嚟亞洲電視好多嗰陣時候，之前嘅管理層、之前嘅老闆都有同我提及呢件事，就係攞咗一啲聽講就係佢哋話有咗一啲攞啲嘅資料，跟住之後隔1年呢，就去申請呢個免費牌照。我同我嘅同事從來冇攞過亞視嘅一份文件，連一張白紙都冇。王維基入稟控告亞視同性品如誹謗，之後曾經多次傳出王維基洽購亞視。阿黃炳君先生唔會賣俾佢。第二個咧就係話唔值得賣俾佢。兜兜轉轉，王維基有機會再次入主亞視，不過今年11月到期嘅免費電視牌照能唔能夠續期，仍然係未知之數。我可以話俾你聽，就算我今日係擁有任何一個本地電視嘅牌照，如果呢個牌照係會喺2015年11月就到期的話，我真係睇唔到而家嘅政府有咩章法。我唔敢肯定，即係我哋係咪會 renew 到個牌照咯？有線電視記者陳婉婷報導。聽日會召開特別行政會議，消息指會討論亞視。而行政長官梁振英朝早話咧，會喺唔違反程序公義嘅原則下，盡快公佈對亞視續牌嘅決定。尤其要考慮到咧喺法律上咧，我哋要有程序公義。咁所以呢，我哋係根據呢啲步驟去做。行會嘅開會嘅議程呢，我哋一直係保密嘅。但係我哋一定會盡快呢喺唔違反程序公義嘅情況底下呢，係做好有關嘅決定。有咗決定之後呢，就會第一時間呢對外公佈。兩間電力公司嘅利潤管制協議2018年到期，環境局提出維持以管制協議